过来，这件是馆长陈之涵的枪击案。这个馆长委任的律师黄国昌，伫个面册来压料，讲保和会这个帮派接受人的拜托，卖凶杀人，枪手红掠去关了后，这个保和会是透过立委跳过限制，互帮派的成员入去加价，甲这个枪手来会面，交代着安家费，互这个枪手来安心。讲这个立委就是民进党的立委陈明文。陈明文今仔日出面来澄清，讲这是选民服务。2020年8月28号半暝，馆长陈之涵和枪手刘成豪开枪，检警查出保协会组长施俊杰指挥，两个人以杀人未遂和刑罚地检署起诉。馆长陈之涵委任律师吴国昌导约真相。审理过程，吴国昌伫面册讲，保协会受托执行卖凶杀人，伫枪手服刑了后，透过立委超越法规的限制，互帮派成员到监所接见枪手，交代付安家费，互枪手安心。立委是谁？陈明文红点名。这件事情我确实没有亲自去处理，纯粹是一般民众情的案件。往后我们会督促会检讨，我们会改进。服务处安排增加接见的是2018年画面当中这位戴黄色帽的黄姓嫌犯，为着50万伫家路连开6千，每一个月自首。不过根据监所接见规定，敢若使接见亲属，所开方便问见其他人。法务部事实上也可以进一步严格的这一个限制况且增件也不是这个立法人正式公文给他以后，每一件都可以准依哈。服务案件红标出来，外界阁传出是党内派系斗争，陈明文就算正面回应，恐惊嘛已经伤到伊的形象。